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扫过全世界，目前呢为止啊，这全世界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330万人，比咱台湾人较济。死亡人数已经累积到差不多80.7万人。全世界拢来研究这个疫苗，啊，中国是表示讲，早伫顶个月2日开始，就进行试验期这个疫苗注射，接种的人，也就是注射的人已经超过2万人。是讲中国这个疫苗伊效果安怎？国际社会依然有所怀疑，像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。 甚至就拒绝有这个注这款疫苗中国人入境。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发展中心对媒体表示，中国已经伫7月2日开始新冠疫苗的使用。官方的媒体《环球网》甚至还佫用中国疫苗管理法的条文来强调，这个紧急使用合法。中国迄方面的讲法是安全性真好，有效还是无效，还佫观察。即摆足侪国家拢咧烧钱研发疫苗，除了中国，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伊嘛宣布讲，已经伫8月11核准第一剂新冠病毒的疫苗。 就连古巴拢宣布讲，因研发的疫苗已经进入临床实验的阶段。美国总统川普未介意输的感觉，一直被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延后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，是无后有乌手咧创治，就是不爱互伊连任。川普打没了呢 ，FDA 就马上批准新冠病毒核浆疗法的使用。最后，川普伫共和党全大会开会进前讲话真笑着。 I'm pleased to make a truly historic announcement in our battle against the China virus that will save countless lives. This is a powerful therapy that transfuses very, very strong antibodies from the blood of recovered patients to help treat patients battling a current infection. 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全球也无任何一款的疫苗完成全套的试验，来证明讲确实是有保护的作用，嘛无任何一种药物向认为是特效药。人类和新冠病毒的战争也未结束。